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同一时间能够一起来敬拜神，好不好？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静音，在我们在礼拜当中，我们一起享受神的平安与同在。也邀请你在你身边，如果你有电视机啦，或者是有一些会影响你敬拜的声音或者是事情，我们都先将它暂时先告一段落。我们一起在安静里面，能够体会更多神所要告诉我们生命的话语。在这时候，我们邀请各位，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带领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不管是实体的礼拜，或者是在直播现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我们都恳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一颗安静的心，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活着，能够为要敬拜神，荣耀神的生命能够在你的面前得着主你的喜悦。我们要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主你手中，求主你帮助我们，恳求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的荣美所吸引，也让我们的耳朵能够聆听到主你的声音，更深的爱主你。主耶稣，谢谢你再一次带领我们在你的面前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每当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来向主的灵恳求他帮助我们，充满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听见主的声音，好叫我们能够更爱他。这是每一位敬拜神的人都需要一同来领受的话，一同领受的真理。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你荣美彰显吸引我心。开我的耳朵，让我听见你，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活着为要敬拜他，活着为要敬拜你，活着为要全心来爱你，匍匐在你荣耀中，你的荣美无人能及。活着为要敬拜你，活着为要全心来爱你，永远住在你殿中，喜在今在永在的主，我爱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恳求你的灵再一次安静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眼，开我们的耳，让我们的嘴，让我们的口能够一起开口来赞美你，用我们全心全意的灵在你的面前敬拜主，让我们领受更丰盛的祝福。活着为要敬拜你，活着为要全心来爱你，匍匐在你荣耀中，你的荣美无人能及。活着为要敬拜你，活着为要全心来爱你，永远住在你殿中，喜在今在永在的主。哦，爱你，哦，全心敬拜你，日夜
夜不停歌唱。哈利路亚，我爱你。我们再次对主说：我爱你，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歌唱。哈利路亚，我爱你，我爱你。听我们呼求祷告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恳求你将平安赏赐在听你话语的人，亲近主你的人，让我们的身上能够得蒙神你赏赐与赐福，让我们依靠你，让我们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儿女。谢谢主，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这个时候邀请我们各位能够一起来奉献。如果你是在直播现场的每一位弟兄朋友，邀请你能够将你心甘乐意的奉献带到你就近的教会，能够祝福那一间教会，让你的奉献成为上帝教会的祝福，也能够成为更多人生命的祝福。教会都在做爱人传福音的工作，期待你能够一起加入这奉献的行列。谢谢。这个时候，我邀请各位，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宣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牧师要跟大家谈到，我们要如何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做一个重要的生命的教练。好，那怎么样做一个生命的教练呢？这个 idea 跟创意哈，这个 idea 哈，应该是说，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领导的身份。其实我们在很多岗位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身份上，甚至在我们工作职场上，我们都在扮演一个领导者。可是这个领导者要怎么样扮演一个好的态度，又见仁见智。他可能在做教导，他也在做领袖，可是他的领导跟教导有些时候是错误的，而且在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呢，我觉得在我们要了解今天我们的主题，做一个生命的好教练以前，我们必须要了解，有心想要培养领袖，成为领袖，不管你是一个培养的人，还是成为领袖的人，这样的心智是好的，可是不见得一定做得对。这是我刚刚谈到的，每一个都是领袖。譬如说，你做爸爸，你做妈妈，可能你在家里面你是一个领袖，可是不见得你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这样懂我意思吗？很简单。甚至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也是这样。我时常曾经问过同学哈，有一些中辍生哈，问说你为什么不喜欢念书？他说哈，因为老师教得不好。那后来我就问他说，是真的教得不好吗？好，他就说其实也不算不好啦，只是他态度很奇怪，让我们没办法接受。所以我就发现，其实不是你会的东西想要教人，你就是成为一个领袖，好的领袖，而是要怎么样带出一个好的成果、结果，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好的领袖。所以我觉得这种领袖的特质，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好的生命的教练者。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教练怎么样做一个好教练？那PPT 帮我转一下哈。教练他不是关于，注意，他不是关于教导别人我们所知道的事，而是关于帮助人学习。我们一起来念哈，来，教练不是关于教导别人我们所知道的事，
而是关于帮助人学习了。好，那个中南，你没有那个，来去拿，好，去拿一下周报。那后面是不是有一份？子安，那一份是不是后面那个桌上那个是吗？里面有那个有填空题哈，让你不会想睡觉了哈。动一下手，动一下笔哈。教练他不是关于教导别人我们所知道的事，我们以为教练好像就是他知道很多，他有他的专业，可是实际上不是。一个教练他实际上是在帮助人学习。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真正的棒球教练，他现在还会打吗？他其实他不会打了，可是他很会教，他会帮助人去学习怎么打棒球，他就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手。所以教练很重要。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从耶稣的身上，也可以学习到几个重要生命的好教练哦。他怎么在做一个好教练？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10章35节到41节，字有点小哈，你可能如果你看不太到，你就往前坐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跟约翰，他进前来对耶稣说什么？他说：“老师啊，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哈，愿你给我们做，也就是说，愿你可以成全我们哈，可以让我们会这样的事情，或者是得着。”耶稣就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他们就说：“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面，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我们从这边又看出，这个雅各、约翰他们是要的是什么？是名分，是地位，是荣誉、荣耀。他们说什么？耶稣就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还说什么？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这个不是我可以赏赐给你们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是给谁。”也就是说，他的上帝，他的父上帝要给谁，就是给谁了，不是说你要了就可以得着。突然间10个门徒就怎么样？听见了就怎么了？恼怒雅各跟约翰。其实他们想说：“这种事我放在心里面，我都没有求了，你们还敢讲呢？”在那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些端倪。接下来呢，马可福音第10章42节到45节，耶稣就把他们叫过来，叫他们来，对他们说：“我觉得这不是只有雅各跟约翰，而是所有的这些门徒。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权超权管束他们。注意这种价值观在你们中间，43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的。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的，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的，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第一个，我们会先看到教会的牧者一定要先做什么？他做头嘛，对不对？教会的头，他一定要先什么？先做众人的仆人。譬如说，牧师要教导各位怎么去爱别人，我要不要会爱人？要。我教导各位要去怎么在家庭里面做和睦的关系，我在家里面要不要？也要。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耶稣很特别，他看透了人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需要，可是他也帮助各位去解答。我们先了解一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我们要了解马可福音的作者他是马可，他写这本马可福音的目的他将他所知道耶稣的事情呢，没有一点点的删减，而且把它详述的记录下来。你会看到这个故事耶稣所讲话的故事里面很细微，都很清楚，有没有？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出这12个门徒，他们是圣人吗？我们可以很了解，他们不是圣人，他们也是凡夫俗子。好，那你们就要知道，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也不要太过看得太高，好像很难做，不用。好，我们也不要让别人感觉基督徒很神圣怎么样？但是我们自我的要求一定要有。所以呢，我们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故事里面有没有人的中心，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有，对不对？我们人也会求地位，也会求位阶，也会求当到时候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会得着神怎么赏赐。可是呢，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门徒跟随主那么久，他们竟然还有什么
有属世的包袱，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有属世的包袱没关系，不要太紧张。你有属世的包袱，你有属世的包袱，没关系，不要太紧张。我们可以了解这些东西，门徒也没有丢掉呢，他们也没有丢掉呢，他们也是带着这些包袱跟着耶稣呢。好，注意哦，牧师不是要教你们，也要继续带着哦。好，牧师要先讲好。他们听到主讲到国度的事情，可是他们也有听到耶稣讲到受苦受难的事情。他们选择性的记忆，只记忆自己个人的记忆，就是从自信，可是他们就带出了骄傲，对不对？可是呢，耶稣告诉他们，人啊，不是只有谈到个人的权利啊，人只要谈到自我的权利，往往会想到什么？真的呢，你自己的权利拥有了，你有自己的权利，你会有自信嘛，对不对？可是权力过多了会怎么样？我说的那个力量的力哦，权力过多了会怎么样？会骄傲。那权力的力呢？利用的力呢？权力多了，你会觉得怎么样？个人的权利有了，你会觉得什么？有价值，对不对？特别妇女在座的女性朋友，如果你生长在是一个对女性是一个歧视的国家，你的权利是没有的，你自我的价值是没有的。人的权利只要拥有的时候，他会有价值，他会知道自己的价值多么的重要。可是相对的，当他的利益被剥夺掉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斤斤计较了。哇，我的利益被剥夺了，怎么样？权利嘛，对不对？权利被剥夺了，这会产生一个大问题。所以呢，耶稣我觉得他不仅是一个领袖，他也是让很多人跟随。可是我觉得耶稣啊，他却又是一个好教练，你们不觉得吗？所以你要知道哦，耶稣不仅是一个领袖，领袖只是一个被追随的对象。就像你在家里，你是一个领袖，一个好妈妈；你是在团队里面，你是一个青年的牧者；你在主日学是一个青年的老师，学生会跟随着你，可是你不见得会是一个好的教练哦。所以，一个好的教练，来，我们一起说，有目的性的对话。有目的性的对话。这种概念就好像是什么哈？假如你要教教会的学生跟教你的孩子，会不会有分别？会。对教会的孩子，往往比较会客观、尊重，但是对自己的孩子说：“你这个学不会哦，我一定要教你教到会，对不对？因为你的孩子没有得到，你会很害怕，你会怕他失去什么，而且那个目的性会更明确，会告诉他：你如果没有这么做，会怎样怎样。可其实哦，我自己后来发现，真的。”过去牧师在讲道啊，我自己在讲道，我觉得我是在教会里面，我是一个领袖。我看到有些人他会追随着我去学习的时候，我就像只是一个领袖，可是我并没有把我上帝所要我传递福音、传递真理的一个道理，真正把它有目的性的告诉每一位信徒，让他们完全的明白，有目的的。我要告诉你，跟你旁边的朋友说。有目的的不用怕，有目的性的不用怕，好，不用怕。我们从马可福音第10章43节，耶稣说什么？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的，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有没有？有没有目的？有啊。耶稣他一开始讲完说你们愿意跟我吗？他们说会啊，会啊，会啊。好，可是他后来你们中间你们不能这样哦，你们。谁要做大？就要讲指雅各、约翰。你们谁愿意做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他开始在调整这2位门徒跟另外10位门徒之间的关系。所以前面马可他有叙述到10个门徒，他人说，就很生气，雅各、约翰，你们怎么会问耶稣问这个问题？耶稣已经看出人跟人之间的冲突。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人跟人之间团体当中。看到2个人，或者是某些人，他在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那边起冲突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去试着就去教导？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我觉得耶稣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教练。耶稣他告诉我们在上帝国度里面，服侍人才是生命尊贵的象征。爱心必须要有成熟的表现，不是挂在嘴边的。
好，效法主要有榜样，跟随主一定要有榜样，不能没有榜样，不是口说无凭的。好，甚至人穷志不穷。什么叫人穷志不穷？叫做舍命成就救赎了。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不敢舍命？因为他穷到什么？穷到生命没有价值。好，所以很多时候穷不是单纯只有金钱上的穷，心灵上的穷那才是大问题。所以今天牧师要跟大家讲5个今天的圣经节里面，耶稣做了一个真正教练的领导的典范。第一个，教练是持续性的，待会我会你们不用急哈。教练是有目的性的对话，教练是借着激励的方式，教练是个人群体的教练，教练也是上帝的呼召。好，这个身份很重要。所以如果把这5个串起来，你注意看哈，它就是这样：教练是一种持续有目的性的对话，借此激励个人和群体充分的活出上帝的呼召。好，所以如果教会里面，我们教会几个人？大约几个人？40几个人。我们教会的40几个人都是好教练，他不是一个领导者而已，也不是单纯知道传福音的重要性这个价值观而已。每一个人都是教练，每一个人就像一个小牧人一样，会去教人家怎么爱人，教人家怎么服侍人、服侍上帝，教人家怎么认识真理。哇，这个教会很强盛哦。我们其实不用怕，我们人少哦。我们出去一个人去带一个人来，很有能力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第一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教练是持续性的。什么是持续性的？也就是说，持续定期的与教练对话。你们有没有发现，牧师都会时常跟我们现在的长子团队，跟以前的我们定期的长子会不太一样。我们会有小组长会议，有没有？每一个月的最后一次会有定期的。那我跟这个青年同工子安弟兄，我们都每周，甚至有一天，我就觉得需要跟他谈一谈，我就随时就去找他，因为我会针对他所做的事情，我就定期的会跟他做引导。但是我们普遍对于持续性的教导、持续性的带领，会比较不会这么认同。就好像我们带我们的孩子，我们会认为每天都在一起了，何必再每天再去问他？不要给他压力。可是我告诉你，当你要带你的孩子，你本身做一个好的教练，你一定要时常陪伴他，你要去带着他，关心他，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你自然就会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所以跟你旁边的朋友说，关心人要有持续性，关心人要持续，要有持续。所以我觉得耶稣他跟门徒在一起，真的不是单纯只是门徒突然间看到了耶稣。好，什么叫门徒？门徒就是跟着嘛，对不对？随时都是跟着，持续性的跟着耶稣在看，持续性的在看耶稣怎么说话。耶稣定期的就会怎么样？告诉他们，问他们问题，对不对？所以这种关系就是持续性的。第二个，教练是有目的性的对话。好，所以我们从刚刚可以看到说，这个马可福音第10章42节到45节，耶稣就叫他们来对他们说，有没有？叫他们来对他们说，我简单讲这句话就好了。叫他们来对他们说。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彼此之间服侍当中有问题，我觉得随时就把他叫来，没关系啦，不要怕啦。好，不要为了说因为他太忙了，他怎么样，然后把那件事情就搁着，我觉得那是大问题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知道，教练他是有目的性的，为什么？因为他是让受教练的人处于一个主导的位置。有目的性的就是说，我把你找来，我一定会让你处在一个主导性的位置，然后呢，对他的想法进行反思。比如说，我会问说：“岳琪姐，你最近来到我们教会感觉如何？”这就是什么？让他说出他参与在
小心按到 ，sorry。所以教练他是需要有目的性的，不要担心好像人心机重，还是怎么样，不是，而是因为没有目的性的对话，就好像我今天我要去吃什么，每次我只要问牧师娘哈，问我太太哈，不好意思，不是在说她坏话，让她的习惯。我记得牧师曾经常常跟我的太太在讨论吃什么，每次我只要问她，今天要买什么吃，不煮饭我们要吃什么，她说我也不知道然后隔了很久都没有讲话哦。我说到底要吃什么？她说随便啊，随便啊。我说不行啊，要吃什么啊？你想要吃什么？所以我就要问你想要吃什么？什么是面吗？还是饭吗？有目的性的，吃饭一定有目的嘛，对不对？要吃什么嘛？所以要玩也是这样啊，随便啊，随便啊。你只要听到有人说随便啊，随便啊，你一定会觉得很难沟通，对不对？所以呢，人跟人之间一直都会有所目的，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达到帮助他或帮助到我们能够进入生命当中的交流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好，所以呢，第三个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教练？好，第三个，PPT 帮我按一下。教练是借着激励的方式，好，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赋予被教练者能力有所成长，我们要装备他装备他有能力思考、应付情况。譬如说，牧师在教中南学贝斯的时候，学乐器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你要怎么做。这就是什么？赋予他什么？有能力去有所成长。我必须要用一个段落给他去学，然后我必须要看到他的手发生了什么问题，然后我就大概知道他需要什么，然后就告诉他，你这样练看看，然后就帮助他。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练吗？这叫做装备他有能力思考。你如果没有装备他这个能力，你要他思考，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因为他没有亲自去碰，他怎么会去思考你所讲的东西呢？甚至呢，我就会告诉他，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练这个东西吗？因为在现场的服事敬拜当中，当你在台上在谈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情况，应付情况。所以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不是单纯的他提出他的问题，倾听他的问题之后，我们不晓得怎么帮助他，而是你会知道怎么帮助他，你就是要透过激励的方式告诉他。第二个，每次的对话当中，由被教练者提出行动步骤决定。譬如说，我会告诉他，那你觉得你这个段落，你打算要花多久的时间？好，我们会给他时间，给他空间，让他知道他的限制在哪里。如果你没有告诉他，我记得我曾经每次我在教吉他的时候，我都按照我的进度，然后每一次呢，大概这个学生大概学个1个多月之后，他就不想学了。我就一直在想，不会啊，我讲的好像内容都还好啊。那后来我才知道原因，因为他们每一个学生并没有讲出他们的限制，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呢，每一个被教练的人，被教练者，他必须要提出行动的步骤。譬如说，我会问他，那你接下来你会怎么去练习？你想要花多少时间去练习？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学生他功课不好，对不对？我们一定会告诉他，你有没有练啊？他说没有练，那我们就说，那你想要花多少时间补强你这个功课？我们会告诉他，问他你希望怎么做？这就是让他提出他的行动步骤。第三个，教练没有操纵，被教练者也不能够依赖教练。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你们有没有时常听过，在教会的服事团队里面，没有谁不行？有没有？应该都常常听过。这个部分没有他不行，跟你旁边的朋友说没这回事。没这回事。真的没这回事啦！我告诉你，上帝的教会，我牧师已经16年了我已经牧会16年奉献给神。其实我在教会里面看很多，以前我真的不懂，以前我真的认为没有我不行，敬拜音乐什么东西没有我不行。可是后来我发现这种价值观，上帝彻底的改变我，真的是透过日积月累的经验。教会不能够没有去培养
做教练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好的教练，只不过要怎么做。如果教会的服事，每一次我们认为没有他不行，意思就是什么？当他有事情无法来的时候，那不就搁着了吗？事工就不能进行了吗？所以其实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哈，凡事你都要学习，凡事你都要学习，好不好？好，我们要学习。我记得有一次子安他就告诉我说，牧师，为什么做教会干事要排桌椅啊？我说啊，因为我们时间最多，我们在教会就是反正就可以就搬嘛。他不是啊，那信徒每次用完东西，他们就放在那里啊，也不收啊。我就说，对哦，知道我的意思了吗？就是说，大家就会很习惯认为我们都是被服侍的人，而不懂得怎么样去服侍别人，而相对的能力就不会。所以我后来发现，这个风气跟文化需要改变。所以当我们开始提倡之后，从长老开始学习，Hello， 来，我们用完了，大家把它收一收。我觉得这个动作很重要，这就是教练。好，所以呢，教练一定要激励的方式。第3点，教练是发展性的激发者。好，那被教练者是学习如何学习，如何批判思考，而且如何做出好的决定。一个被教练者，他不能只有想要学习的心而已啦。有些时候，当他想要学习，可是他又喜欢批判他不懂得做出一个好决定那他就停留在批判里面我觉得他也不是一个好的被教练者了。怎么教都教不会，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为什么他怎么教都教不会？因为他不会做决定。所以我们就是要帮助他看到一个人他的欠缺跟软弱，我们怎么为他祷告，鼓励他，激励他。所以教练一定要做一个激励者，不能做一个什么消遣者。给你嘎跪拜啊，教你那么多次，怎么教都教不会，气候很生气，有没有？大家会点头，应该都是有这种经验。所以我们要了解，特别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服事工作，不管是对老年人做什么幼童的教育，其实我觉得我们再怎么样都只不过那短暂的1小时在跟他们接触。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接触他们？其实非常少的。所以曾经有弟兄姐妹有时候私下告诉我说，牧师，我真的不想服事了，我做这个工作很痛苦，每次看到那一些人他们那种行为怎么样，我都好痛苦。我就说继续，不要放弃自己，他们只不过短暂来教会而已，你也只不过短暂在这个时间来服侍神。好，我们做一个好的决定，我奉献给神，用好的态度来服侍他，不是很好吗？好，第4个，教练是个人跟群体。好，教练他是个人是群体，什么意思？其实在我们的群体我们不要想说教练是1对1的而已好，我们要知道有相同目标的个人跟群体都是可以被教练的。好，也就是说你能够培养他，帮助他成为一个好的仆人，上帝的好工人。所以呢，其实呢，我们觉得团体当中的个人虽然有时候是需要个别的教他啦，但是呢，我觉得团体也是需要教的。所以牧师有曾经讲过，有些教会他快速的成长，有没有？你会不会想要学？如果有人他很会赚钱，你会不会想要学？还是不会？如果你是一个卖牛肉面的，那一家牛肉面是真的是张家牛肉面的，还是哪一家很好，就是非常好吃？为什么人那么多？你说我才不管呢，我要用我的方式，我也不想学，我就用我的方式就对，反正我觉得好吃就好，可以吗？可不可以？绝对不行。这样的心态绝对没办法作为一个被培养出做好东西的人，更不用说赚钱。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看到很多上帝的仆人，上帝的这个好仆人牧师，当他们在从年轻，然后带着羊群，带领着教会不断的成长、复兴，人数增多，甚至上帝给他们的产业变多，他们有更多的能力去帮助别人，而且他们自己本身也非常的喜乐，我都觉得好羡慕哦。你们羡慕吗？
你们羡慕吗？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羡慕吗？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多多益善，来，你们愿意教我们，愿意学习，这不是更好吗？所以我觉得，虽然我知道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特质，我们知道我们要走出属于我们自己教会的特质，可是我觉得在我们生命的路上，我们都在互相学习。如果有些人他服侍，他爱主，他可以做出好的榜样，那你要不要学？怎么做？方法怎么来？有人说看圣经就可以，我告诉你，真的没那么容易。牧师带了很多种查经班，教导了很多种圣经的道理，不会就是不会呢，不想就是不想哎，为什么？没圣灵嘛，我们就说啊，这就是没圣灵啊，他不求圣灵啊，没错啊，没圣灵啊，不祷告啊，不灵修啊。可是后来我发现，我曾经看过有些教会，他们领受这个上帝给他们的意象。他们就带着这样的祝福带到别的教会，只要愿意的教会，他们就祝福，那个教会就成长了。我自己的母会就是这样经历来的，所以我也更乐意期待教会也能够开放的心去学习。我在神学院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他现在也还在牧会，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一个牧者，他说他的办公室一定会放一个行李箱。应该都很容易理解。人家问他说：“牧师，你为什么办公室放一个行李箱？”他说：“我随时都要做好准备离开的动作。”什么意思？是因为他做不好吗？不是。他说：“如果教会信徒怎么说也说不懂，听也听不懂，就是不想做，也懒得去成长，那么教会就不适合再继续待了。”所以他准备随时都会离开，所以这就是一个教练，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实际上不是单纯只有个人的关系，我们需要了解群体是需要教练的。好，所以呢，不单单只是一个乐器哦，不单单只是一个，你看我们的圣歌队，从以前光牧师在教导我们的同工说，牧师，我们现在钱都不够，为什么我们还要请指挥？我说不行，就是专业啊，我们才会成长啊，对不对？真的，我们现在唱的歌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好太多了。如果你在牧师有从我刚来2017年我们的 YouTube 都还有哦，你去把那个圣歌队的唱的歌的感觉哦，跟现在歌曲的感觉哦，同样人的生命哦，可是出来的感受就不一样哦。什么原因？不就是训练嘛，不就是操练嘛？是因为我们有找好的教练。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教练跟被教练者是上帝的呼召。马可福音第10章第45节，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解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注意哦，人子来就是我们来到这世上。我们不是要受人服侍，是要服侍人。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一个领袖教练者，或者是被教练的信徒，我们都是领受一个使命工作，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要不要教？要嘛。你会不会无缘无故就听吴牧师讲说，我们就出去做奉献的生命的工作？不会嘛。你会不会突然间把你先生找来，他就会奉献吗？不会啊，是奉献的、舍命的、付上代价的。这个是我们都是领受这种呼召。好，所以教练的工作不只是帮助别人达成自己的个人目标，教练跟被教练者是在帮助成为上帝要他们成为的人。好，教练跟被教练者是帮助人成为上帝要他们成为的人。以弗所书第1章4到5节，我们一起来念好，来。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我们成为耶稣基督，成为儿子的名分，那么我们就要怎么样？
当然就要成为上帝要成为的人嘛，对不对？我们可以得着这个名分，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就要在他的面前怎么样？第4节说什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就要在他面前怎么样？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我们要了解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是随便的而是要认真的态度中南，懂吗？做事情要更认真，更好的态度，才能够做一个好的教练者或被教练者。所以我们了解，教练跟被教练者实际上是做上帝要他们做的事。阿们。他们都是在做上帝要他们做的事。以弗所书2章10节说：“我们原是他的什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所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既然都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难道是没有意义的吗？你觉得上帝让你做他的儿女，要做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女，我知道我是一个信徒，我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那你没有想过那要干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时常在想这个问题。当我发现，我最近好像太轻松了，太放松自己了，感觉好像很没有加冰端。你知道，我就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你知道吗？所以很多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原本就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我们就是要做好事，帮助人，做一个好的生命的教练者。所以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学习，做一个上帝国度工作里面做好的工人。所以呢，我时常在想，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的工作要做得好，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去学习、参考，学习去模仿、调整。我记得我刚开始在学贝斯的时候，我都是看，然后学习、模仿，甚至呢，我就在祷告当中跟神求说：“上帝啊，预备我的心，每一次我要去学习，我不是带着骄傲，我要带着更顺服的心来求告神。”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们看到有人愿意到我们当中，或者是任何有能力的人在我们当中，你需要说：“这我买要，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有需要这样吗？不需要。在我们的教会，牧师期待我们教会的领袖，每一位长子，心要足够柔软，甚至要彼此学习、祝福，这才是一个真正成长的教会。我们来看几段圣经节哈，提摩太前书4章12节，我们一起来。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给信徒做榜样。有这5个，很重要哦。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给信徒做榜样。提摩太后书2章2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传的，注意也要怎么样？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觉得这句话最符合我们今天所看的、所了解的，做好的生命的什么教练？我们不是单纯从别人口中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做见证人。我们在这些见证人面前听见了上帝，听见了福音，我们也要懂得去怎么样？圣经教导我们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让他做领袖。也就是说，你会的不要只有你会，你懂的不要只有你懂，你要懂得去教别人，让他也能够成为好的领袖。好，彼得前书5章2到3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看守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乐意。好，罗马书12章8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好，所以一个好的教练很重要，他才能够做出一个好的领袖。一个好的教练，如果他没有先做一个好教练，他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他会知道怎么样从心里面出发，
而且他会用上帝看待我们的方式去做事情。一个好的教练，他会帮助要带领的人面对自己成长的难题，背负起自己应该成为领袖的责任。好，所以这个期待我们在做教育的工作真的很需要这样的态度跟角度。好，那下一页，时代不断在改变我们培养很多的领袖人才的方法也要调整了。传统式的领导方法就是从教师跟师傅传授自己的功夫，譬如说我会什么东西我一定要会什么事情，我才能够去教别人。但实际上这样是不单纯是这样。我们其实要做一个教练式的领导方法是什么？来，我们一起来念：激发对方的潜能啊！好，期待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能够帮助人去激发他的生命的潜能，去爱主、爱人，甚至能够做传福音的工人。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主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帮助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作为一个好的管家。在我们认识主、决志跟随主、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的全人、我们的生命也要完全的交托给主，因为生命能够为主所用，是何等大的福分！恳求主，你也赐给我们一颗足够柔软充足的爱，来爱我们身边的人，也让我们有更多丰富的使命、领导力，来带领人认识耶稣基督，遵循耶稣基督所给予我们生命的教导跟典范，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接近主、更亲近神、更拥有意义丰富的人生。主啊，谢谢你！虽然在这世上有许多不同的能力，我们想要去追寻，但是你告诉我们，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得着的能力，学习奉献，为主所用。感谢主，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更多的明白，透过耶稣基督来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跟领袖，来活出生命永恒的生命跟盼望。谢谢主，我们再一次将我们在座每一位年轻朋友、每一位家人朋友献上我们的恳求，愿主你赐给他们不仅从你而来得着生命的盼望，也让他们在他们的环境、家庭、工作的领域成为好的领袖、好的教练，带领着他身边的朋友、家人，也能够成为生命彼此的祝福。谢谢主，我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